Alo 呢排有週年減價，又有7折，買一啲嘢翻嚟咧，同大家一齊開箱。第一件咧就係呢個長袖嘅緊身運動 jacket， 打開着咧都係好好睇啊！因為佢真係偏細件嘅關係，有啲緊啦，特別係呢啲腰位、啲手啊嗰啲咧就仲有走盞，同埋佢係又係呢一種咧可以捐隻手落去嘅，手袖邊位咧都有少少暗紋。如果你哋想買佢哋嘅嘢咧，第一樣入手嘅咧，我覺得係呢條褲，我日常使用率極高，佢叫 Suit Up Trouser， 咁佢有 regular 啦同埋 short， 喺我身上咧個長度咧係啱啱好啊，仲要咧佢係有褲袋啊，質地係非常之透氣舒服嘅一個風褸布料，好有彈性，一年四季着咧，我覺得都啱嘅。我之前嗰條黑色咧就係因為已經狂着啦，所以我先買埋呢個 beige 色。春夏天襯白色 T 恤、背心或者同色系嘅運動 sport bra 咧去做運動咧都係好正。跟住咧係呢個啡色嘅短褲，好透氣，好舒服。咁呢個就係佢哋嘅 espresso mocha 色，都係呢幾年非常之流行嘅啡色。上網好多人咧都話覺得 Alo 嘅產品咧係好唔值得啦，又貴啦，啲質地又差啦。So far 我都冇覺得有邊樣嘅質地咧係特別差嘅，特別係我日着夜着嗰對 Sunset Sneaker， 着咗咁耐都覺得係好舒服，所以我買多咗對波鞋。呢對鞋咧我會買咧，完全係因為佢係金石真銅款，同以前最 hit 嘅 Air Force One 係一樣樣，舒服過 Air Force One 好多。呢個咧係有啲好 bouncy 腍白白嘅感覺，有幾隻色嘅 beige 啊、粉紅啊、藍啊、灰啊咁樣。折完之後咧，佢哋嘅鞋嚟講咧算平嘅，係1100蚊。